你再一次呼召，拒绝你的子民。主，你说凡两三人奉你的名，你就与他们同在。愿你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开始在领敬拜的时候，我们大概台下大概4、5个有没有4、5个还是3个？就让我回想到我跟志培牧师在深科牧会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我们坚持要做礼拜，那我们平常礼拜就大概20几个。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要做礼拜，那我们就一家人我诗会，然后接领唱志培牧师讲到，子晴弹吉他，弹贝尔弹贝斯子瑜钢琴然后子爱奉献，阿嬷招待那我们不晓得那天会有多少人来，感谢主，那天来了12个使徒一起参与礼拜，有很多是大年初一嘛，到深坑是一个游览的地方，他就说我来这边玩，想说先做完礼拜再来玩每一次的礼拜，不管多少人，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我想那天的信息，对那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会感到，如果是我们今天去礼拜，然后礼拜堂门没开，哇，那真的是比什么都还挫折感谢主那个牧师转过来之后，人变多了好，我们讲今天讲的是上帝的选民。当我们在看整个我们按了新眼光读经在走，我们现在来到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在重复之前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第一代，他现在跟第2代人来传讲。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人从埃及过红海、西乃山旷野，一路来到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的对面。我们如果有在看圣经，老实说，以色列人这一条路走得并不轻松，他们打了很多的仗，也死伤了不少的人，甚至连最后第1代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除了2个人之外，都没办法进迦南地。如今摩西在约旦河边如果大家这一辈子把时间空出来，不要老是去日本、欧洲玩。一次，如果真的那个人数满的话，我跟志文是可以带队，我们去一趟以色列。到了以色列之后，你整个圣经的东西会浮起来。当你在那约旦河边看着迦南美地，这个时候的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定从小就听长辈们期盼到迦南美地，他们一定非常欢喜。可是呢，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亚是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摩西鼓励耶稣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代表耶稣亚也很担心、很害怕。对约旦河对岸的生活，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我们说实在话对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要你去生活，刚开始听说美国不错。现在如果叫你去美国自己一个人生活，你也会很害怕。哪知道说迦南美地会不会比现在在旷野更差？摩西对上帝应许的土地，他有极大的信心，他知道那是上帝要给以色列人好的土地。但是摩西内心也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害怕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受他们的引诱，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申命记里面看到摩西不厌其烦的再三的吩咐他们。想到30年前我从金门来到台湾的时候，我的爸妈就再三，从还没要来之前的1个月就再三跟我讲，到了台湾你要小心，为什么？那边坏人很多。你要注意安全，要吃要什么，钱要摆哪里？钱要摆3个地方。老实说，30年前的台湾还是很乱的再三，他很再三。我们从《申命记》第7章第1节到第5节，如果有跟着新眼光读就知道，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上帝应许到迦南地里面有
7个大的国家，上帝会直接把他们打败，交付给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交代他们，当上帝把这些大国交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全部把他们消灭。你们不能跟他们立定任何的约定，也不要怜悯他们，甚至不能怎么样跟他们结婚。看到他们的偶像，你一定要把他们砍掉。摩西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绝对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关联。还有叫做砍花，哇，那个我们有常煮东西，那个切那个蟹那个叫什么？对，那种跟不了，就不能有任何的关系啊，不能有任何关系。但果然事情还是发生了。当耶稣亚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从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迦南美地的一切景象，哇，就像传到那时候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哇，整个眼睛都开了。第一个过马路我就不会过了，红绿灯，因为我在金门没有看过红绿灯啊。那听说台湾有个麦当劳在民生东路啊，那时候还想要去看，就好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他们从旷野到迦南美地，其实就是这样子，太吸引人了。他们没办法持守摩西对他们的交代，按上帝的生活的规定来生活。他们陷入生命的网罗，他们受当地世俗文化以及那边的神明的影响，他们开始同流合污。他们呢，朗奏会，还有叫做朗奏会，同流合污，以至于他们渐渐忘记他们上帝选民的身份。我不晓得大家对上帝选民或者基督徒的身份，你的有感程度到几分？1到10，好不好？1到10，你就比了，不要看别人啊。你觉得你对于你基督徒这个身份，日日夜夜在你心里面，你的有感的程度到几分啊？1、2、3。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情况下，牧师要准备一个道具让你们更有感啊，不是要背魔术哦。这个是一杯清水，就是如同上帝的血，让大家有感。可是当你跟迦南人朗奏会的时候，还有变什么？就是这样子。那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外邦的，看不出来。世俗文化的价值观影响不止在那当时，世俗文化的影响在每一个时代都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在全球。如今受世俗文化影响的台湾，人心的骄傲、内心的欲望跟贪婪越来越大，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很大的冲撞，我们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科技网络的进步，外在物质五花八门，非常的吸引人。我们旁边就有个星光三月，你本来没有想要买东西，你就去逛，到了卖场之后，你看到那个东西，那个气氛，不由自主啊，你钱就掏出来了，就买。那个气氛会吸引我们。如今我们受的影响程度，绝对不会像当初新一代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一样。渐渐有人没办法专一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不止待在教会，渐渐在任何时间没办法专一敬拜上帝。还有叫做相他小打相主，就一只脚，一个人2只脚各踏一条船。想在教会，又想在社会，一心两用，活得真是辛苦啊！刚刚我看到有人比有人比10啊，基督徒的有感有人比10，有人比6啊，我是没有看到比2了。如果比2的话，你会很辛苦，你会很辛苦，以至于甚至有人离开了教会，忘记了他是上帝选民的一个身份。根据长老教会总会2015
长老教会目前在整个台湾有1265间教会，平地的教会746间，原住民的教会有519间。你知道，我们如果一起聚会的话，我们常在看到很多教派都说他的人哇，1000个人、2000个人。你知道我们如果在同一间长老教会在同一间聚会有多少人吗？我们有26万的陪参信徒26万。台湾应该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容纳26万。我们的教会遍布全台湾每一个角落，不管都市、乡村，甚至我们金门、澎湖、离岛、兰屿，这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骄傲。长老教会其实可以说是台湾，我们是属于长子的部分。这是我们信仰前辈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一个骄傲。但是如今根据2016年统计，我们现在每个主日做礼拜的人数不到一半，只有118147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平地的教会还是原住民的教会，都一样碰到一个问题：有一半的会友不见了，离开教会，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哪里。有的信徒说，他们不见了，那是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很会玩教会政治，教会内常常分党结派，彼此伤害，教会里面没有爱心，以至于有人不得已离开教会，甚至有人说是我们长老教会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我们守的传统，我们守的语言的部分，以至于中生代，甚至年轻人都跑到外教派的教会，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结果去推断，假设这样的原因，我觉得没办法看到整个事情的一个全貌。当台湾经济起飞进步的年代，我们教会内渐渐受到影响，尤其是这30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受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如那群进入迦南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受到很大的影响，渐渐轻看上帝选民的身份。当我们轻看上帝选民的身份，当我们刚有感对于基督徒的有感的程度越来越低的时候，上帝的教会就渐渐不再是教会，教会就会变成好像是社会，甚至常常讲俱乐部，或者是财团法人，因为这些是以人为中心，那教会会乱也是正常的。当人骄傲，当人轻看基督徒的身份，当基督徒轻看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来教会，上帝又不是他唯一要敬拜的中心。我记得我前几年刚到教会的时候，坐到一个我很敬重的长老的旁边，礼拜开始了，就很多人姗姗来迟，他就跟我说，那个人是来交朋友的，那个人来教是交朋友的。很多的原因也可能有人是因为习惯，从小我就基督徒，我来教会，或者是什么原因来教会，以至于我们在主日礼拜，我们开心我们就来，我们想到就来，我们今天太累有事我们就不来，甚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些孩子们说，牧师真的不能苛责他们，说有什么断考不来教会，平常不读书，断考礼拜天早上读书牧师真的很不能苛责。我们用任何的理由，我们可以不来教会。昨天刚出差回来，太累了。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在深坑牧会的时候，一个很爱我们那个长老，我之前讲过，他就是上帝感动他了，他每一个礼拜奉献1万块，这个长老。有一次主日礼拜，我看他来，他从来没有，那天他睡翻了，真的睡翻了。后来我们关心他是不是生病或怎么样，他说他刚出差，国外出差下飞机，
他太累了。他对他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他的有感到这种程度。我想他的，你刚回来嘛，出差回来嘛，我在这里休息正常嘛。牧师，我刚出差回来，很辛苦哈。这礼拜天没法参加，好。让我非常的一个感动。所以在看到我们今天我们长老教26万的信徒，剩下11万多的人在做礼拜，我们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第6节到第8节，来读一下。平常我们很少大声读经文，好不好？那个后面的让我可以听到。我们读第6节到第8节，请。因为你归耶和华，上帝为圣洁你，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与便宜。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法老的手。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在敬拜时唱的第一首歌，叫做《拣选》。耶和华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拣选这2个字，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比较少用到拣选，比较多是呢捡东西。比如你如果有煮饭，在洗米的时候，洗米当中，如果看到不好或者是石头，你把它捡起来，捡东西，把这个米捡起来丢掉。或者在洗菜的时候，不好的、烂掉的，你会怎么样？捡起来怎样？丢掉。但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在万民当中，居然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们。以色列百姓在万族的当中，他们是一个最小的一个民族，最让人家看不起，当人家奴隶的一个国家。这就打破我们一般社会的一个价值，因为任何的活动需要组织。可能我们教会刚刚在讲的，我们组织改变了，你可能想说我能力不够，我没办法到哪一步哪一步。这是外面的法则，就是捡最好的，拣选最好的，而且是捡精英中的精英，叫做特种部队。公司也是一样，要实行一个什么一个任务，捡最好的。拣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分开。上帝在万百姓中拣选以色列百姓，不是将他们丢掉，而是将他们跟另外那些人分开，特别将它归给耶和华自己。以色列的生命就跟上帝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被拣选，我们是归耶和华，我们跟他连在一起。在上帝的眼中，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特别的身份，跟迦南地其他的民族是不一样的。摩西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他们的身份，也是对他们的角色，重新帮他们下一个定义。第一，要知道他们是谁，非常重要。你到底是谁？因为迦南地有很多外邦的一个神明，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的神明太多了，你至少有10个以上的神明。第一个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独挑选他们是一群受拣选、特别分别出来，要做上帝特别的器皿。他们要单单的服侍上帝，而且要成为其他民族的祝福，成为外邦人的光。第二，摩西要再一次让他们认识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神。我刚刚讲了，很多人也在教会，心思也在社会，但他敬拜的是什么？他来交朋友。我们敬拜的什么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让他们
们知道，摩西他们知道，你们敬拜的是一个耶和华上帝，他是大有权能，是曾经领他们的长辈出埃及的上帝，去适应时的上帝，去允许他们会进迦南美地那个上帝，爱他们，永远不会对他们变心的一个上帝。其他的神明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是他变心还是我变心。牧师之前在拜拜的时候，这一尊拜没有用，好，我就拜另外一个，一直拜。我们知道，虽然最后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以后，受到其他迦南的文化、神明的引诱，他们对上帝变心，但是上帝爱世间人的心永远不会改变。2000年前，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世间人的罪。耶稣基督的死担当我们众人的罪，让愿意相信他的人重新有机会，再次跟上帝相遇，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女。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在台湾2300万人当中蒙拣选，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让自己上帝选民、基督的选民成为这样那么污秽。各位弟兄姐妹，在现今世俗文化底下，基督徒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是任何个世纪，现在的世纪挑战是最大。如今我们已经活在迦南美地，充满诱惑的一个地方。虽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一个挑战。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身心灵遭受很大的一个病痛的一个折磨。家庭、亲子的关系、升学、工作艰难压力，但当我们不轻看我们上帝的选民的身份，当我们靠着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当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就有力量，足够的力量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才能够尽忠来服侍上帝，一生为他来打拼。我们以至于能够经历到今天所写的，今天在第9节所写的一个应许。我们一起大声慢慢读第9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现在。主耶稣对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恩到千代，到一辈子，以至于我们如今可以在生命的当中，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越服事越甘甜啊。有的人是越服事越不开心，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越服事越甘甜？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越服事是越甘甜的，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不断可以享受那真正从天来的满足跟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选民，成为基督徒的身份。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个计划。你要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光。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承守你拣选我们这个难得的一个身份。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